各位大家好，我係書法愛好者姜趙玉蓮，我好高興透過我嘅姜博士書法頻道，同大家介紹一啲有趣嘅漢字。我尤其是高興嘅呢，就係通過書法文化，我係能夠發放快樂同埋正能量嘅。今日我要講嘅字呢，就係個有字啦，就係有冇嘅有。因為我覺得呢，有呢個字呢，係又吉祥啦，又能夠令人開心啦，亦都係充滿正能量嘅一個字。嗱，譬如我哋話有福啦、富有啦，係咪好好呢？咁另一方面呢，因為我即將要參加一個叫做有聲有色嘅展覽，所以咧我就好想研究一下個有字啦。嗱，呢個有字咧就係古人佢創造呢個字係點樣去表達個有呢個意思咧？原來咧我哋見到嘅金文啊，我哋可以見到嘅有字咧，就係由一個右咧係表示右手，然後咧加佢呢隻手拎住啲咩咧？就係拎住嚿肉啦，就係佢隻手拎住嚿肉，就係表示咧係擁有持有咁解嘅。嗱，因為咧古代咧物質係比較缺乏嘅，咁而且咧我哋農耕嘅社會啦，就好少話能夠食肉嘅，咁所以咧如果佢隻手拎住嚿肉咧，就表示係富有，係有嘢啦咁樣嚇，咁同埋好開心啊！咁至於咧講到有聲有色，原來咧聲同埋色咧係存在喺大自然之間，人人都擁有嘅。嗱，譬如咧蘇東坡佢喺前赤壁賦咧就有咁講啦：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，以得之而為聲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無禁，用之不竭。就係譬如咧，我哋喺山上邊見到嘅山間嘅明月、江上嘅清風，呢啲都係大自然俾我哋嘅無盡藏，都係大自然俾我哋嘅聲與色嚟噶嘛。咁但係至於咧聲同色咧，我哋自己都可以製造噶噃。嗱，譬如我有一個朋友，咁咧就係叫做張醒雄先生，係我嘅老師，亦師亦友。咁佢咧就係香港好著名嘅雕刻藝術家嚟嘅。咁佢從事藝術咧，佢咧就係將佢個名有個醒字張醒雄咁有個醒字，就將呢個醒字咧呢個左右結構嘅字咧就分開佢，就叫佢做有聲啦。呢個就係佢嘅藝名或者咧係佢嘅號啦。咁佢不單止咧就係經常做雕刻嘅創作，最難得嘅咧佢係從事藝術教育，佢教出嘅學生咧真係桃李滿門。嗱，譬如嚟緊嘅呢個有聲有色有聲同學雕刻藝術作品展咧，參展嘅人咧有成200個，展出嘅作品咧有成300件，咁包括咗咧有木刻啦，有石膏雕刻啦，亦都有陶藝作品嘅，喺香港大學嘅圖書館嗰度展出。嗱，我咧就做咗呢個有聲有色呢個陶藝作品咧，就係其中一個展品嚟嘅。咁好歡迎大家到時咧光臨係觀指導嘅。好，現在我寫一張作品。呢個咧就用草書嘅。
各位，今日我寫咗嘅作品呢，就係有聲有色。咁由於呢4個字裏邊有2個都係有字，咁我異化咗佢呢。第一個有字我就係用行書，第二個有字呢就係用草書寫成嘅。咁喺度呢，我祝福大家，就係無論你喺工作或者呢係生活，你都能夠呢係萬事如意，亦都努力做到有聲有色。咁我亦都希望呢喺有聲有色嘅呢個展覽嗰度，能夠同你哋相遇喎。咁好啦，各位，如果你中意我今日呢一集有或者作品有聲有色嘅話呢，請你喺姜博士書法頻道俾個 like 我，留言或者訂閱嘅。咁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